目前为止，我们总共除了阳性个案以外，我们裁剪了1454名，这里面包括跟幼儿园有关系，以及职场、社区所有的方面有关系的，这1454个全部都是阴性。原有的阳性个案以外，到目前为止没有新增的阳性个案，所以目前我们花了1454全属阴，今天没有新增的阳性个案。至于我还是在这里特别借这个机会鼓励市民朋友，新北市的社区筛检站有32个地方，非常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出来访筛，因为只有不断的筛，才可以阻断隐形的传播链。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专案在筛以外，我们的社筛站永远欢迎大家一起来使用，来找出隐形传播链。至于大家也非常关心社区感染这一栋的社区大楼的进展，我们昨天采了785个全属阴。那今天在昨天晚上，我又下令一定要整栋逐户再做清查，以及来访的访客跟大楼有关系的相关人，都要想办法把它找到，让他去做好裁剪。如果没有拿阴性证明，绝对不可以进出那一栋大楼。那昨天我们总动员再度清查，又找到了28个，因为有的住户没有回来的，我们又回来了，再来做裁剪。也有跟大楼相关系的，这28个裁剪也都属阴，所以目前总共采了813个全属阴性。我们仍然会持续的对这栋社区大楼，不管是第1层、第2层、第3层，我们都想办法，只要跟大楼有连结，我们都尽量找到来做裁剪，希望能够有效的阻断隐形传播链。所以根据从社区大楼813个裁剪阴，以及我们采了1454个也全部采阴，我们希望在扩大方面裁剪的过程当中，能够有效的控制疫情，让疫情能够稳定下来。所以今天没有新增个案，我们持续努力，持续加油，希望把疫情真的稳稳的控制好。至于我们学校，大家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上课情形，因为我们都是采取预防性的停课，只要被列为及格 ，PCR 没有出来的，我们就先暂时停课。所以我们 PCR 很快，当天就会出来，所以我们大概停课，只要 PCR 出来，停课1天就可以复课。所以昨天就有13个学校，5220名的同学复课，所以今天我们目前停课是3个学校2149名。我们目前停课是3个学校2149名，所以我们所有的教育局的规划里面，我们都是有顺序的步骤，按照一定的标准作业流程来做。那同学们，我们会事先很快速的来告诉大家今天是什么一个状况，要不要停课，会事先来告诉我们的市民朋友以及所有的家长跟同学，请大家安心。